後來繼續來到日本的奧基納瓦，受到梅雨的鋒面甲氣流的影響，當地部分的地區達到警戒的等級。在當地遊覽的台灣旅客嘛，拄到落大雨、做大水，講這個開車袂輸是咧過船啊同款。旅遊專家特別來提醒，講這個奧基納瓦的天氣甲台灣真相同，熱天真的落盡雨，若要去遐佚佗都要注意。這個超誇張的，哇，好深啊！我的天哪！遊客真無奈，大路這個水是有夠深，請來駛過攏噴水花。當時手機還佫收到雨霧的警報，被提醒講，若佇危險的地區，就要趕緊脫離。伫高速公路，因為拼大雨，嘛是看無頭前的路。大雨的期間，國家警報一直彈。要遊客苦笑講，賽車袂輸咧過船啊！本來講要去動物園，只好取消，點佇室內。大雨一直拼，路面攏淹水，排水溝啊，袂輸是細型的噴水泉。哇！含在地人攏講，毋捌看過這款場景。奧基納瓦這幾天有發布暴雨的特報，部分的山區已經達到警戒等級。在奧基納瓦佚佗的台灣人嘛受災殃。沖繩呢，其實跟台灣的氣候呢非常非常接近。它跟我們一樣呢，也是5、6月份的話呢，它就是梅雨季節。它甚至呢之後也會跟台灣一樣呢，都是會有颱風。我還會建議大家，就是說你不妨挑一個比較像是度假型的飯店。你就變成是說，如果下雨的話呢，我就好好的在飯店用飯店的設施，很多的游泳池啊，也很適合親子同遊。專家提醒講，熱天天氣變化真大，若要去奧基納瓦佚佗，一定要注意氣象的資料，安尼算到才安心。